令韓君婷性格裂變嘅仲有一重原因，就係因為感情。因為父母從細離異，跟住媽媽長大嘅韓君婷對於情感極度渴望。佢啱出道1年就公開咗同髮型師葉錦昌嘅愛情，完全唔考慮自己嘅事業規劃。但係就喺兩人一度談婚論嫁嘅時候，葉錦昌被查出罹患癌症。韓君婷不離不棄照顧患病男友，最終仍未能挽回佢嘅生命。葉錦昌離世之後，韓君婷被外界扣上咗剋夫嘅名頭。失去愛侶之痛，加上外界嘅惡意嘲諷，令韓君婷悲痛消沉，每日以淚洗面。韓君婷自認初戀係最好嘅情感，此後就係一路走低啦。走出人生陰霾嘅韓君婷，後來有個短暫戀愛。24歲嗰年，韓君婷出席名錶晚宴，同坐隔離嘅銀行家雷冠賢交談熱烈，之後傳出緋聞。二人其實並冇感情瓜葛，只係當晚男方車佢返屋企，之後又邀請佢睇演唱會。雷冠賢嘅老婆高菲菲係有名嘅悍妻，見到新聞從美國返港捍衛家庭，仲曬出倒立照片配文大婆踢胡腿，並同韓君婷展開罵戰。之後雷冠賢申請離婚，但同韓君婷並冇後續。韓君婷嘅情路同好多女明星一樣，被影到同闊少夜蒲或者牽手出行，但係最終都只係認定係朋友。佢後來傳出嘅戀情就係同佘詩曼嘅經紀人陳祖恩頻繁親密出鏡。作為演員陳新健嘅長女，陳祖恩行住型格路線，仲曾經令佘詩曼都捲入緋聞。不過韓君婷先係真正確認過眼神嘅人。對於呢段情，韓君婷好坦誠，佢認定自己嘗試過，但並唔係佢所渴望嘅愛情，最終選擇分開。渴望喺愛情裡面尋求到安全感嘅佢，喺接連輾轉後卻與幸福越走越遠。呢個都係佢第一次選擇退出娛樂圈嘅原因。佢後來對住媒體話，已經喪失愛嘅能力。按道理嚟講，2010年就隱退嘅韓君婷早就已經被娛樂圈遺忘。但係佢2014年曾經高調復出，搶眼嘅卻係完全變晒形嘅鼻。因為混血嘅基因，韓君婷嘅鼻原本鼻翼小而鼻梁堅挺，算得上足夠精緻。然而在復出嘅時候，佢嘅鼻直接變形，鼻頭變得形狀詭異，直接趴喺塊面度。面對外界質疑佢整容失敗，韓君婷都公開説明係因為喺新加坡屋企浴室跌倒，導致鼻梁骨折，因此個鼻哥變咗形。曾經嘅形象難追溯，五官都變咗形。韓君婷復出後作品寥寥，關注點一直都圍繞佢通過一次次手術嚟修補自己個鼻。後來韓君婷有咗媒體屈佢參與跨境陪睡業務，呢一次韓君婷選擇咗報警。佢話做過嘅我會承認，如果係真嘅，我早就開靚車啦。厭食症一好，我即刻出嚟拍劇，仲咁樣俾人冤枉，抹殺咗我嘅努力。佢講得再多都無法改變自己留俾外界嘅印象，冇經典作品，整容怪，總係處於是是非非之中。眼睇住演藝事業難再有起色，韓君婷都不再同自己個鼻為難，佢再度隱退，進入咗美容行業。雖然月薪難以同藝人比肩，但仲係可以度日㗎。然而當日子啱好咗啲嘅時候，韓君婷相依為命嘅母親被查出患上癌症，為咗同母親醫病，佢幾乎歇業無息嘅陪伴。只係咁樣嘅付出並未換來母親康復，因為母親辭世，韓君婷身負超過40萬嘅債務。親人故去，冇收入，仲滿身負債。韓君婷偶遇媒體嘅時候，曾經感慨無法用言語表達內心失落。喺嗰段日子裏面，佢曾經被影到送外賣，同曾經嘅選美冠軍嘅形象大相徑庭。為咗唔連累身邊朋友，韓君婷早喺2021年申請破產。佢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，一直積極努力咁償還債務，但係仲係有20萬左右未能償還。而3餐都未有着落嘅佢，日常都需要靠朋友嘅接濟，完全冇咗女明星嘅姿態。接濟佢嘅人包括電台主持梁思浩以及同佢同居嘅男藝人蔡國威。兩人2020年被目擊一同返回家中，被認定再傳戀情。不過蔡國威就表示，同韓君婷只係住埋一齊嘅好朋友，更加算得上係親人。咁撲朔迷離嘅關係都喺2021年4月結束。韓君婷喺採訪裏面表示，先啱申請破產就被蔡國威要求搬屋，令到佢冇咗去處。咁表示每月都支付咗4位數嘅生活費俾對方。對此，蔡國威就喺社交平台上怒懟，表示自己只係希望幫助朋友，與其一同渡過難關，從未對外過多言語，但係唔願意被韓君婷污蔑，更從未向其索要生活費用，間屋都係免費供其居住。韓君婷同蔡國威邊個啱邊個錯冇定奪，但係佢哋嘅情誼就走到咗盡頭啦。
為咗生存同還債，佢一日只係食一餐，打各種零工，喺網購平台帶貨、搬貨、理貨做苦工，終於還清咗20萬。母親走後，有媒體影到韓君婷去母親墓前祭奠，空蕩蕩嘅墓地，只有佢一個人攞住一個紅啤啤同埋點心追思母親。生活實苦，但係韓君婷仲係掙扎住咁生活。老天爺賜俾佢美麗嘅外表，但係就冇俾佢聰慧嘅頭腦。佢中學畢業就出道，一路嘗盡命運嘲弄，係嗰啲來自母親、初戀男友同埋個別好友為數不多嘅溫暖，支撐佢一直走落去。韓君婷話：只要夠堅強，其實可以克服好多事。佢真係有努力生活，命運乖欠只係上天安排，悲苦坎坷嘅人都有活落去嘅權利。在此祝願韓君婷餘生平安順遂，盡快解除破產令，早日邁向新生活。